機電處束手無策，聽日同中石化拆彈。的士離奇集體死火嘅數目激增，過去3日有幾千部的士出事，連大嶼山的士同專線小巴都中招。業界矛頭直指中石化嘅石油氣有問題。中石化賠償損失。新界的士組織尋日呼籲同業對大埔廣進街懷疑有問題嘅中石化氣站簽名登記。我自己咧就係今朝7點半鐘至10點半鐘死咗60次火。好多嚟響應嘅同業沿路都不停死火。一起步就死嗱，而家死咗啦。嗱，我又要睇。而家死咗火啊！而家死火啦。佢前日仲爭啲出事。落車嗰時死火，我都成後邊成棚車嚟爭啲串燒啊！隔離嘅高先生嘅的士一樣，撻一陣就死火。同埋我哋一死火咧，扭唔到軚啊，冇迫力噶嘛，係好危險咯。連機電處工程師都話情況嚴重，會攞走殘渣去化驗，但至少1星期後先至有結果。主席嬲到打電話同佢上司對質。嗱，而家好多傳媒喺度㗎。嗱，如果你話安全嘅，咁我哋司機就出去開工。如果有交通意外，你會唔會負全責？點知答覆竟然係睇下咩事？唔止的士死火，大埔26架小巴都有10幾架出事。呢啲車全部去廣福村嗰邊入氣嘅，而家開始行咗7、8轉，全部有問題。而家急 call 車房入嚟維修。50架大嶼山的士裏邊，更加有超過70%中招。為求自保，好多司機轉幫襯其他嘅氣站，好似九龍灣嘅中石化就冷冷清清，隔離嘅蜆殼同埋埃索就大排長龍。中石化就重申，佢哋嘅車用石油氣冇問題，仲委託獨立機構去檢驗。聽日會同機電處同的士業界開會商討。